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实在是非常大的恩典哈。我们能够在这个符合政府的规定之下，仍然能够在这里聚集，实在是非常的祝福。现在世界很多国家他们的礼拜都暂停了，新加坡呢也有一点半封城的一个地步哈。不过呢，昨天因为假日了哈，很多游乐场所人满为患啊，一些夜市挤得很多人，那可能会触动我们的防疫单位会更小心哈。希望他们的限制不会限制到我们实体的聚会了哈，因为那些人潮流动的地方，大家彼此都不认识，那聚集的彼此的距离更短。如果他们那边都没问题，那我们教会大家都会隔得很远，而且还戴口罩哈。这个礼拜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社交距离哈，社交距离。以前我们常希望说，我们大家能更亲密，大家彼此互动更热络。现在反而是说，有一个距离才是最礼貌的，是最安全的。求主让我们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挑战能够慢慢能够减退这是我们台湾是一个最幸福的地方哈。全世界听说没有几个国家学校还在上课，只有我们台湾哈，真的是恩典，我们要学会感恩哈。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在圣殿里面一起敬拜神。特别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世上为人类走上各个他道路的一个纪念。求主让我们不只是一个节期的一个纪念，让我们更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激励，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的力量就更加添。也因为主为我们受苦，我们就看见了神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所显现的力量。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求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受难周的时刻，那一起用这个主题，当然就是纪念主耶稣。主耶稣他为我们走受苦跟救赎的道路。如果纯粹是受苦，那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完整的可言，是因为受苦是要带来救赎，受苦是因为要带来恩典，受苦是为了来带来拯救，受苦是为了要带来胜利。这样的受苦才是有意义跟代价的。感谢主，我们一起经历了主耶稣的受苦，也一起经历了神的救赎。我们要一起透过这两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一起透过经文来学习哈。首先我们是在这个礼拜是开始受难周，那在教会历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日子我们知道在之前周报一直在报告说这个四旬节或是大斋节，为什么？就是40天不只是一个礼拜而已。我们其实从40天以前就开始在纪念耶稣的受苦。我们教会也在受难周就是前的50天呢，就一起做一个禁食祷告。那这个不是一种好像一个活动，而是让我们渐渐能够从每一年的一个受难周四旬节，这样一直去体会神为什么为我们受苦。不只是我们很知道很熟悉耶稣做过什么事，为我们受过什么苦，而是你要从自己的处境，我的生命的处境，我的人类的处境，去看见为耶稣为什么要走上这条道路，这样跟你的生命才有产生连结。那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说在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周报里面可能夹了一份受难周的灵修默想的专辑，这是我们从教会公报里面把它下载过来，特别印成实体版的，是为了提供给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到礼拜6，我们都有一个灵修的时间，借着读经文、这段短文以及我们的默想跟祷告，
能够跟着主耶稣受苦的一个历程，来体会神在我们当中所给我们的恩典哈，给我们的恩典。那期待大家能够保留这一份资料，能够在这个礼拜当中一直有这样的学习。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网络的资讯，让我们在没有参加实体礼拜的弟兄姐妹，能够从我们的网站或者我们的 FB 里面看到这一段资讯哈。那我们从这一段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天哈都有一个看见主耶稣受苦的一个过程了哈。今天是棕树主日。也是我们所谓主耶稣受难的主日，就是在纪念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众人欢呼，拿着棕树枝，在地上铺了花花绿绿的衣服布，要迎接耶稣。然后这个是一个耶稣一个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记录哈。那第二天是礼拜一训诲日。主耶稣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教导，以及各样的教诲，在经文里面有很多资料你可以去参考。特别现在网络很方便，你如果打一下说耶稣受难周很多资料你可以做经文的整理啦或是你可以从马太路加或是约翰福音去读相关的经文把那些整合起来，知道耶稣在最后这一周做了什么事可以帮助你整个理解耶稣的受苦的经过那再来就是4月7号礼拜二变惑日，再来是退休日4月8号。变惑日是主耶稣跟了很多的当时那个圣殿的那些人员法利赛人还有那些经学士的一起辩论。那退休日就是礼拜三，在传统的节期里面知道说，耶稣这一天他就在隐秘的地方自己安静了，因为他知道受苦的日子到了，所以这一天等于是没有事情。但是其实耶稣在安静的地方预备心那直到第4天就是礼拜4呢，4月9号，就是在纪念主耶稣的洗那个门徒的脚洗脚，为门徒洗脚，还有一起跟门徒圣餐。所以有的教会会在礼拜4晚上举行一个特别的圣餐礼拜，就是为了纪念说耶稣在这一天晚上跟门徒一起守这个晚餐那当然最主要的焦点就是礼拜5的受难日。有的教会如果信徒会有他比较白天能够出来的他们会在礼拜5的中午举行一个受难日的禁食祷告会。因为受难日的中午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刻嘛直到下午3点他断气了，才他的遗体才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样子所以很多教会会在这一天。那因为我们今年有疫情的关系，我们礼拜5晚上的祷告会也做一个暂停的动作。那期待我们各小组呢各弟兄姐妹都自己用这个材料一起来纪念耶稣的受苦，或是自己祷告那有那个禁食祷告的，当然是更好的配合那各小组也可以约好一个时间，因为刚好礼拜5也是我们小组的时间嘛，也一起约好，大家一起在线上一起做祷告一起分享。那礼拜6等于就是耶稣是在坟墓里面所以是安静的日子啦。那直到礼拜天早上复活节，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也要按照这个节期来举行赞美礼拜。大概这个是耶稣受难周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用这个资料一起来参考好，那我们从刚刚读的以赛亚书，我们有一个神学的主题叫做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几项耶稣的任务。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呢，经文里面这样说，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担负了我们该受的痛苦。这个是主耶稣他受苦的他一个责任或是使命。那第二个是他受苦的目的，是因为为了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
因他受责罚，我们得了痊愈；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段是整个受苦的仆人的一个经文当中的精华啦。就是说，耶稣不是平平白白的，好像我们有一个受虐狂，对不对？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怎么样？他其实是有责任的，有任务的，有使命的，因为他为了让我们得到痊愈，为了让我们得医治，所以原因出在哪里？不是出在耶稣，出在人类，因为人类的罪恶，人类的过犯，他被刺伤，他被毒打，然后他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拯救，有权利得医治这样子。那可以发现说，耶稣为什么要为人类做这种事呢？是因为人类的处境。他说，我们都像一群迷失的羊，各走自己的路，但我们一切的过犯，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担。所以这个逻辑很清楚，耶稣本来不用承受这些苦难的啦，但是人呢，明知道是不能走的路，我们就偏偏要走。原来是一个罪恶的路，或是一个失丧的路，我们还是走出去，因为我们是迷失的羊嘛，到处乱跑，根本不晓得这个危害有多大。就像一个父母亲看到孩子乱闯话也不听，到处去惹是生非，然后最后都要由父母帮他承担。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因为人类的处境是我们都像迷失的羊，我们自己的路也不管不听人类的处境是过犯，所以呢，上帝说，那这些债怎么还呢？还不完呢？叫你要醒悟过来也来不及了，那耶稣帮你还了，主耶稣帮你承担了，就是受苦的仆人，他的意义在这里。所以耶稣受苦，他不是一种不甘不愿的、不情不愿的，他是这样子的态度。他说他受迫害、受虐待，但他一言不发。这就是经文里面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他像待宰的小羊，像被剪毛的羊，他一声不响。换句话说，从他身上很多的亏损，本来是我根本不欠你，为什么要从我身上来得到呢？但是他就是愿意，就是乐意，是因为他承担了这个救赎的使命。他受苦不是像挡空气一样，是因为他要拯救全人类，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地方有一个可以彼此呼应的，旧约他把他称作受苦的仆人，新约他自称是好牧人。约翰福音10章，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因为比较长，我们把它截短了第一段是主耶稣是好牧人，他很明白明确的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愿意为羊舍命。好牧人愿意不是被逼的或是被迫的，而是愿意，那是出于全心全意，愿意为羊来舍命。那我们常常从圣经里面读到话说，这个人为朋友来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何况是为羊呢？至少他还是我朋友，我去救他，总是算是一种情谊嘛。但是为羊，只是因为这群羊是我养的，我就对他有责任。神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看见主耶稣好牧人的榜样是这样子。好，他的爱不只是为他所眷顾的羊，他是说普及世人的爱。所以在16节这样子说，我还有其他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也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会听我的声音，他们两者要合成一群，同属于一个牧人。换句话说，耶稣的爱不只是说这群羊是我养的，我才只照顾这一群呢。耶稣的爱是没有边界的，耶稣的恩典是给另外一群羊，本来不在羊圈里面，他仍然是爱他们。那这一句话呢，现在我们也了解意思啦。
就是说，原先以为这些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民族，是神的选民。其实耶稣的爱是超越选民，是包括外邦人，包括原来不被接纳的。就像我们前2个礼拜所读的经文，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谈话，井边的谈话，就是这一群原来被犹太人所排斥的，耶稣也仍然爱他，说你要得到这样的活水。那主既然是这样子，他的整个爱就没有任何的瑕疵了。好，所以耶稣知道说，人就像迷羊一样，到处乱跑乱撞，你叫他自己回来，那根本回不来，那只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就是用牺牲来带来救赎。所以耶稣说，父亲爱我，因为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要再得到生命，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换得我们所有人类的生命，那是这个爱是何等的大。耶稣还继续说，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个生命没有人能够剥夺我，因为我是神，但是是我自愿牺牲的，我有权牺牲，也有权再得回。那这个才产生了这个主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为朋友、为自己的家人牺牲的，这个例子很多，让人很感动。但是这个牺牲只让人家觉得，哎呀，很可惜，他牺牲了生命，那换了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他自己回不来呀。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主是愿意为人牺牲，他自己还能得来。那这样的能力才是我们需要依靠的。每一次暑假的时候，牧师会在讲台会提醒说，你们家中有小孩、年轻人的，千万一定要注意去玩水，要小心。海边有海边的暗流，我们到溪水感觉好像溪水很清凉他就下去，哇，要怎样要去消暑一下，没想到有漩涡，或是有激流过来。我们常在暑假刚开始就发生，哎呀，一群好同学去玩水，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看他在挣扎，你只好跳下去了。那自己又不会游，那怎么办？严重的是2个人同时都丢掉生命了。那常发生很遗憾的事情是说，那个跌下去了，因为他不会游嘛，所以只好任狼漂流，反而被人家救起来。那位要去救人的，哇，不糟糕，花费太多力气啦，人他爬不上来，哇！常常台湾暑假发生这种很让人家感觉非常揪心的事情，那我们会觉得很可惜，这个年轻优秀的青年，他是一个孝子他是一个为家里面的经济很努力的人就牺牲生命，我们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可惜。只是他牺牲了，换了别人得救，但是他自己救不回来。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是有权柄的主，是生命的主，他不只是救人，而且自己还能得回，因为这个是耶稣的父，我们的上帝命令他这样做。因为我们信的主是发现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权柄、生命的主权在主，所以我们才觉得我们信耶稣是何等恩典的事情。那我们在面对现在的这个整个疫情，我们就发现说，哎呀，很具体的去感受到人类就是在这一个受苦当中。刚刚我们是说人像迷失的羊吗？那现在我们整个全人类就好像迷失在一个疫情的旷野当中，我们根本走不出连科学家最顶尖的科学家都还找不到一个解救的路。那我们发现说，这个苦是很实际的，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新冠肺炎已经传遍全世界，染疫死亡的人士攀升，到现在应该已经超过100万了。那死亡的人士也非常的可观，我们就听到新闻说，意大利已经有100多位神父因为染上了病而牺牲。因为刚开始传染的时候，意大利人非常的怎么样呢？他们是很乐天的人，不挂口罩。那神父看到有人生病，他也是很热情的去探望他，然后神父自己染病了。
所以那样的神父真的是学了耶稣的精神，只可惜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被得救，但是肉体的生命救不回来。尤其我们台湾，因为相对的被防疫的蛮严谨的，感觉上还蛮轻松，我们还可以上街，我们还可以去学校去工作，我们还可以去拜访朋友，只要把口罩挂起来。但是我们发现，慢慢有一些新闻人物，他是我们认识的人，或是出名的人物，他们也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阴影就慢慢笼罩下来了。因为我们发现说，不是那个软弱的人会得病呢，年老或是有慢性病的人会得病，那些专家学者也是会得病，而且呢，这个疫病它不选人的啦，它不挑人的。即使你医疗的资源再好，还是会碰到。我们看到前2个礼拜的新闻，就是这位意大利的贝拉德利神父，他染上了疫病，大家急着要救他，但是他发现整个意大利的医疗已经负荷不了，他就自愿说：“我愿意把呼吸器让给别人，给那些还能救得起来的年轻人。”然后过不久，他就真的失去了生命。我们可以从这位可敬的神父身上看见主耶稣的道路，主耶稣的受苦，他具体的呈现了这件事情。我说很多原先他是专家学者，他但同样得到这个疫病，也同样失去生命。新闻报道说，这位美国的胸腔科的权威叫做 Murray， 他也得到了。他年纪大了，他即使是专家，但什么药物也没办法救他，是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更看见跟牧师这个年纪的人一起欢笑长大的日本的喜剧明星怪叔叔志村健，染疫10几天，应该他最有资源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是他还是失去了生命。很多人在网络上怀念他，因为他带来很多欢笑给别人。我们看到意大利的现代建筑之父叫做葛雷高地，也因为染病就过世了。之前我们看到说好像一般平民百姓，他为了生活，为了去跟人群接触，不得不染病，但是连市长也染病了，所以这是第一位市长染病过世的。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去见他，只能在群组上发文来悼念他。那这些故事让我们发现说，不只是疫病没有国界，疫病也不选人，谁碰到都没办法逃过，那就是我们觉得恐慌的地方。不过我们发现慢慢在检讨说，原先我们觉得整个科技的一个世界很多建筑了很多的保障，现在竟然发现不堪一击。所以我们原先觉得自己夸耀的科技的发达，交通的迅速，飞机24小时之内可以飞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人口越来越密集，整个东京聚集了好几千万人。我们去东京旅游的人都知道，那些捷运那些铁路四通八达，3层4层，有的从大楼穿过去，感觉好方便走到地下有好几层的地铁。但是发现这些最高的科技竟然是染病最容易的地方。整个人类开始在思考，我们原先的逻辑都被打坏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很多喜欢研究古文明的人，他在书里面或者在电视里面报道说，好像在某一个地方挖掘到一种东西，好像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但是那个好像是几千年的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存在？好像在猜测嘛，对不对？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疫病发生的时候，我们突然就会想到说，会不会真的是在几万年前曾经有一样像我们现在更高明的科技，
但突然间不知道被某一种外来的力量把它消灭掉，然后就变成一种考古的东西存在里面。以前我们根本觉得根本是汉过不可能的事，那现在想起来很有可能。那我们就发现说人类的软弱跟渺小，所以诗篇13篇有一篇诗人的祷告，我觉得很能够表达我们现在的心情。他这样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我要到几时呢？这个仇敌不再是看得见的敌人，或是看得见的国家敌国，而是那看不见的疫病。所以诗人祷告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意思是说，神啊，我已经没力气了，没办法防卫了，我几乎眼脸都要垂下来了，求你让我不要沉睡，因为已经没有力气去抵抗了。他求神照顾他，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但是诗人仍然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最后那2节他这样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我们期待这样经文真的是在我们特别很多在水深火热的疫情当中，纽约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伊朗啦这些地区，他们真的能够看见神的救恩。那这段经文给我们几点重点。第一个是有点类似在哭喊神说：上帝啊，不要忘了我啦，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意思是说我在这里啦，在呼喊啦，不要忘了我的意思啦。第二个是我到底能够忍受多久？我还有能力去抵抗这样的这个挑战吗？所以我还能够忍受多久的痛苦跟悲愁呢？是人在困境当中表达自己的心声了。第3点，他是说求上帝看顾我，使我恢复力气，免于死亡，因为只有神能够帮助我。第4个，他借着信心唱胜利的歌，我要依靠上帝不变的爱，得拯救的喜乐，因上主要施恩厚待我而歌唱。那就是整个诗人从这段6节经文当中所表达的心愿。我相信这些经文也成为我们现在很多陷于困境当中，有人被关在家里面，有人不能走出来。我想每一个人要用这样的经文来祷告。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受苦，耶稣走向各他的道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他的榜样学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想说耶稣你为我们受苦，感谢你感谢你，那我们人能做什么呢？在这个疫病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主耶稣的榜样学习主耶稣走受苦跟救赎的道路？主耶稣受苦让我们得救赎，那这位意大利神父为了救别人自己牺牲了。那我们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学到了怎么样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可以说，从最近这2个月来的一些评论当中，有一样的分析结论呐。新冠肺炎真的会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整个我们所建立的一个架构。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整个世界的权力架构会改变。当然，美国有没有办法撑过去？很多人是觉得说他们很严重，但是他们的国力应该可以撑得过去。但是整个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个权力要被重改写。其实台湾也在这个地方遇到困境的时候，台湾反而是被注意的一个国家。我们发现说，我们国家并不弱我们很强不是让人家看的时候没有在整个联合国没有名字的，因为我们在之前17年前的 SARS 的时候，我们已经牺牲过了。一些为我们牺牲的人，他们让我们今天更谨慎、更小心、更好好的提早防疫，才能造成我们现在还能够安心的在这边做礼拜。
那这一群在 SARS 牺牲的人，其实也是变成受苦，为我们得救贡献了。第二个，整个人类会因为这样子开始对科技产生一种新的解释。我们科技真的能够解决一切的事情吗？一个突然变种的新冠病毒把我们打得七零八落，我们还有办法这样自信说科技是万能的吗？这个经济，全世界的经济，很多银行倒闭，很多产业倒闭，很多的中小企业完全没有办法生存。我们的医疗看起来好像很强盛，但是最权威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救一位被武汉肺炎所侵蚀的人。整个交通模式是不是越方便越好？随时 passport 带着就可以走全世界，我们还能够这样的自由自在吗？整个城市的人口那个密集是一个高度文明的象征，但是它很像非常脆弱的文明，一下子就被打倒了。会不会人慢慢觉得说，我不能这样密集在都市生活，也许回到乡村里面，用我的方式开始过新的人生，整个消费的模式，整个生活的模式也都会被改变。所以有人已经把它宣称说，这个是人类的第3次世界大战了。敌人不是人，而是病毒。那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一个救赎的道路，愿意牺牲自己，我们从彼得前书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等于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在回应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啊，彼得前书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是在讲每一个基督徒，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句话是很多人非常耳熟能详，而且非常印象深刻的。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要怎么行呢？耶稣的模范是，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句话就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主是借着他的付出，他的完全的一个奉献，让人重新得到生命，得到医治。那这个是耶稣受苦的极致，以及他成就了救赎。所以25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刚刚我们是从以赛亚书看到一句话吗？他说：“我们好像迷失的羊，各自走自己的路吗？”但是耶稣因为他用救赎把我们这些羊又领回来了，而且还被牧人来照顾了。我们的灵魂被神所照顾了，这个是神多么大的恩典！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在这个受难周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整个完整的计划。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学习，一个是基督徒受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2章21节这样的经文给我们一再的提醒基督徒：你不是白白得到恩典的啦，你不是白白得到这个救恩，好像我就是享受，没有付出，是因为我们也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勉励，在这个教会在疫病当中存在的意义。我们不只是纪念耶稣的救赎，我得救了，我知道我的灵魂的生命已经被神所纪念了，但是在仍然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当中，你能够跟耶稣的脚中行，做了什么事呢？第一个就是与世人同担苦难。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2个礼拜，因为纽约的疫情最严重，所以这位
州长成了新闻人物，他说了一句话，说：“请你们过来纽约帮助我们，请你们过来。”我们看到这句话很熟悉，因为《使徒行传》也有一句话，就是马其顿的呼声，请你们过来，马其顿帮助我。那这个古默，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慷慨激昂，让人家觉得他们真的需要帮助。那真的嘞，有一群已经领有执照、已经退休的医护人员，他们就自愿说：“好，现在医疗资源不够，我要自愿回去。”所以1天之内就有1000多人报名，听说好几万的医疗人员都涌向纽约去。昨天我看到一个短片，就看到有，你知道美国的火车哈，从头看不到尾的啦，因为他们直线的要好久才经得过。牧师在美国看到这样的火车，很喜欢看，一直看，因为过那个平交道，一直怎么车子不停，一直每一个火车一直连接一直连接啊，那一台火车上面都是救护车。从芝加哥要开到纽约去，为了要去帮助那一边的人，他们就自愿支援前线的医疗工作。那这个是在新闻里面看到，有一群医疗人员，他们搭了飞机要过去纽约帮助他们。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位85岁的老医生，他自愿去，他已经退休了。他说：“他们需要我，我就回来。”每个医生都曾经宣誓，如担心染疫，那干脆就不要当医生了。意思就是说，我既然已经宣誓过，那既然有需要我就要去，不能说哎呀，我退休了啦，我怕老年人呢会染病了，我不去。他就自愿，而且还签了一个自愿书，说如果感染重病，就放弃治疗，呼吸器留给年轻人。这句话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位意大利神父所说的话，就是这个医生。那我们看见说，这群人真的是跟着耶稣的脚踪在行，明知山有虎，那就偏向虎山行。人的情操有时候会在最严重、最严厉的时候显出它的可贵，不然平常你说的再大声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一群人让我们看见，其实还有很多了很多故事在这边感动的故事发生。第二个是积极的爱心跟为主的行动。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身上，就做在我身上。”我们不是要像英雄主义一样夸大，其实是照顾最微小的一人，就是做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慢慢这些故事让人家激励人心因为很多伤心的事、感觉痛苦的事，但是从这些事情我们感到也受到激励。我们看到德国一个新闻是3月24日开始，很多德国的联邦州开始收治或表达意愿要收治来自法国跟意大利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换句话说，德国自己也严重，但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能力还能承担，所以呢，就派了专机去把那些最严重的病人，整个飞机载过来，我们帮忙医治。因为意大利人如果在那边放在那边，已经是等死嘛。那我们又看见一个非常让人家心痛，但是也感动的事，是意大利因为是重灾区，有的地方没有办法摆棺材，只好把棺材摆到教堂。教堂不是在做礼拜啦，就是放置棺木跟尸体的地方。那很多人会为这件事情有争论说：“哎呀，圣殿是神圣的地方，怎么会放这个东西啦？”其实这个就是信仰的高度，信仰的层次。因为圣殿如果不是为了带来给人的安慰、给人的医治、给人的平安，那圣殿就是一个空间而已但是这些神父他们看不到活的人，而是用圣水再洒向这些棺木，我们会感觉心中很不舍，但是也看见说，这个信仰在这个时候才显现出它的价值。其实，在921的时候呢，我们南投的
长老教会，就是叫做那个中寮，是这个是地震的震央嘛。那时候整个中寮这个村哇，很多人失去生命，到最后人家从瓦砾堆里面抬出尸体，没有地方可以放，只好带到礼拜堂暂时放着，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摆尸体。如果我们从一般人的角度说，哎呀，礼拜堂那么神圣，那么高贵，怎么会放尸体？其实那个时候才显示出耶稣受苦的价值。所以现在中寮这个礼拜堂已经被重盖了，让人家每次去的时候就在这边做纪念。在921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参加过那边的追思礼拜，感觉上觉得，哎呀，圣殿在这个时候才显出它的救赎的功能，对不对？虽然看起来好像觉得很难过，但是神的恩典才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他意大利教堂的棺木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台湾因为提前部署了，感到能够及时能够防疫，能够得到一变的成绩。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台湾的政府呢，他们从台湾 can help 变成台湾 is helping。换句话说，我们捐了口罩给一些严重的地区我们感觉我们还能够照顾自己人之外，还有能力去照顾别人，我们觉得心中非常大的安慰。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说，我们的成大医院呢，有这些专业的这些医生呢，他们透过视讯，赶快指导在印度的9000名这个医疗人员怎么样防疫，怎么样防止这些疫病的传染。感觉上台湾也能够为世界出一个力量，这是非常大的安慰了。第三个，我们在疫病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坚强。你看到有时候会有人会在车站大声的哭喊，其实他可能控制不了，因为人在那种被压抑的时候会郁闷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基督徒要学会去安慰别人，去激励人心，去关心别人。牧师也期待说，我们现在在这边做礼拜的，其实才不到100个啦哈。我期待你在这段时间常常电话或是简讯去关心，同样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他因为很多原因不能来教会，或是家人的阻止，因为全家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会阻止你去参加教会啊。我们怎么样去关心他，而不是去说你为什么不来，而是说，你不能来，但是我关心你，让他得到力量。箴言24章10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在患难的时候，我们靠自己没办法真的要靠神的力量。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靠神能够壮胆。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也愿意为防疫牺牲自己的自由。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说要保持社交距离啦，我们暂时不要去人潮多的地方扫墓啦，或是减少去公共场所这个不方便。愿意忍耐一下自己的自由，也算是贡献，对不对？昨天我看到我们在座我们李伟执事的妈妈，哇，写一段她的感想，心中很感动。她说我很乖就不随便乱跑，但是在家里干嘛？我就读圣经啊。现在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了呢，希望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把圣经读完，哇，心中真的很激励啊！因为我们如果神帮助我们，无论得时跟不得时，你都能够走出一条神给你恩典的道路。如果不是的话，你会怨天怨地责怪政府，责怪什么公共设施，责怪口罩买不到，哇，你太多可以责怪的。但是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能够靠主得胜，那个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帮助。最后一个是我们要兼顾信徒传盼望的福音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可能信心很软弱，所以罗马书15章13节这样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有盼望。我们有时候人会很消极会觉得我的工作
不行了，我的生意做不好了啊，我很多客户就不能去拜访啊，这个业绩不好了，还真的啊，这个挑战很大嘞，不是说你讲一讲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期待我们彼此带导，彼此激励，彼此鼓励，让我们在借着圣灵的能力带有盼望。我们也知道说，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做这些关怀的动作啊，壮胆的动作，坚强刚强的动作，是因为我们觉得在主里面要努力做这个工。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受难周不是一个节期过了就好，而是再一次提醒你、唤醒你的生命，跟耶稣的受苦、好牧人的生命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疫情来的时候，是一个苦难，也是一个翻转的机会，也是我们基督徒挺身而出为主做工的时刻。